再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台中有一个姓魏的警察，伊是昨下晡呢，甲朋友去到中华的海墘仔来钓鱼，结果哪像无细哩全跋落海底，警消呢是全力来敲找。上新的消息是，今仔日下早呢有鹅龙伫个海墘仔发现这个失踪去的警察，人已经无去啊，也那详细的原因还要调查。 天色已经乌啊，海巡人员也伫现场来回敲吹。拜三下晡，一位台中55年厝姓魏的警察，参朋友去中华新港10股的海边仔钓鱼，却无细哩跋落海底。消防局第一时间出动3台消防车、1台救护车、2台救生艇，加1台无人机，全力找人。昨日16时，本所接获深港消防队通报，海尾科道有民众落海，即派遣人员携带救生救难装备赶往现场救援。 后于标钩时搜寻未果，因现场潮汐、舰长及天色昏暗，经与家属沟通后，于今日晨间6时再次集结。海巡表示，拜三下晡一直找到暗时7点，也找无人影，因为考虑海中加上天色乌、线线歹，拜四透早6点搁再出动找人。伫6点半接到鹅龙通报，伫海墘发现这位失踪的钓客。经由科农发现，溺者位置。 约出海口1.4公里，那现场由消防及海巡人员协同徒步将溺者打包上岸。海巡表示，找到这位姓魏的钓客，人已经无去啊，详细事故原因也需要调查。海巡嘛提醒民众若去海边，要随时注意海中的变化，会当加利用 Go Ocean 资讯平台查询海象，避免去危险的海域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